安排，怪你当初不应该。人生应该为将来提出勇气来，暂当情是迎风走天涯。爱情藏在心内，何必求你来排解？离开你才应该。讲比啊，什么正月仙境有闪电口劈着咱把手哈，无人敢来，面头前遐着一个人啊咧。是哦，迄个人大概咧找外人久的款。看伊找有也无，要若有吼，叫伊一男倒咱。喂，朋友啊，你咧找啥？咩慌惊事，咩慌惊事。啊，朋友啊，你实在真无胆呢。借问一下，你是毋是咧找外人久？唔是咯，唔是咯，唔是咯。小等下哦。你身躯这两口刀，我唔讲咯，我唔讲咯。这两口刀吼，是毋是你的朋友，或者你的师兄弟的？我的意思是讲，这两口刀真水啦。就是真水，我唔知要到夜灯来做纪念。迄两个死吼，跟我拢无关系呢。真正呢，我袂骗你，跟我吼连死活的关系拢无。甲你无关系，一甲什么人有关系啊？都迄两个怪人啊，迄两个怪人啊！你的意思是讲闪电口甲霹雳眼？对，对啦，迄两个怪人真恐怖呢！迄紫阳上刀啊，都是去互这两个怪人拍死。你敢知影？这两个怪人吼，迄功夫是偌厉害啊！一怪人真可怕，你是安怎敢来啊？哈！我都靠这道呢专家，讲较清楚，你听无啦？好啦，你若爱听清楚，我就讲互你听。实在是安尼啦，我是专门吼靠摕一寡死人的物件咧生活。阮厝吼住伫这个所在无偌远，因此啊，我对这个正月仙境啊了如指掌。这两个怪人吼，你是拢袂出来，所以啊，进入正月仙境，若是你是啊，是无啥危险。但是吼，日头若是落山，迄月娘若是出来，你免伫正月仙境行，哎哟，你的性命念伊就拍票。哈哈，安尼我知咯。暗时
也有人被怪人所杀，也你利用你视入到正月仙境，也摕这死人的物件。讲安尼是较歹听啦。其实吼，我嘛是真好心呢。这人死吼，拢无人知。我是入来替这死者伤死，也拄安尼啦吼。甲来以上啊吼，工课吼，安尼顺线就加减愈一寡。算讲工钱啦。也你敢知影偷摕死人的物件，这是犯法呢？我知啦。大念讲你替死者埋尸体，以后千万唔通哦。我知啦，好啦，恁两个来到正月仙境，是毋是咧找万年姑啊？你哪会知？啊，嘿，凡是入到正月仙境啊，无其他目的，都是为着这个万年姑而来。也那呢，万年姑出在什么所在？万年姑出在什么所在？这我都唔知啊呢。也你毋是讲这个正月仙境你上解释哈？连这个万年姑出在什么所在你也唔知？哈，这都袂使安尼讲。因为啊，万年果到暗时才出现呢，也暗时来到正月仙境都温死的，所以啊，万年果出在什么所在，我都一无所晓啊。讲安尼嘛是有道理。安尼好，无你的代志，你会当离开啊。多谢，我要来去啊。呀，你两个有啥遗言需要交代？哈，乱来，出去都无好话。唔是啦，我意思讲，你若无遗言通交代，安尼不要紧啦。吼，等候天光，我再来替你收尸啦。你两个人吼，做人袂歹，做人袂歹。因讲啊，吉祥未来先有条，这个人吼出去都无好话。我看吼，咱莫等到暗时啦。哈，去工比你真无胆的哈，一定爱等到日头落山。月灵果若得无够手吼，咱袂使转去，安尼绕开。哦，安尼想是啊，大家甲等日头若落山，准备采月灵果。激战！季红魂相对华文龙，神剑高手独对离魂突变。华文龙主角不是季红魂的对手，奇幻的招独立战场。季红魂也绝对支起咯。现在只剩神剑高手对付离魂突变。圣旨宝剑，今天决杀恁两名妖人，为天下除害。圣旨宝剑照着太阳的光芒，现出了万道光线。宝剑的光线逼得离魂突变不敢近身。就在此时，敌我国领队要前往万象山，来到中途发现了光芒四射。正面金光四射，原来是神剑高手的正气宝剑压住了离魂突变。来啦！天日秀，我乃是炎日圣人，希望加入小西天。望得我国重用，可以。如果你帮助离魂突变，结果了神剑高手的性命，那我就让你加入小西天，愿为救主效命哦。架动神剑高手的宝剑，对准了离魂突变。只要将太阳掩住。神剑高手，你必须无疑。哦，原来哦！炎日圣人吹动魔咒，瞬间乌魂到位，压出了太阳的光芒。什么？乌魂炎日？哎呀，
这分明是天要来逼我。可怜的神剑高祖一命离开世间咯。离魂特别杀了神剑高祖，继续对赶避风魂。高祖，今日孙人已经完成你的任务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的功劳不小，现在开始你就是小西天的人。 跟随在我的身边，多谢高祖送万象山结果祭奠的性命。怎么样啊？经验回想，将电冲海城区安顿好势，独自落到山脚找找粮食。此时老叔叔独自在山上，林中一片的静寂。 老叔叔不知不觉愁上心头，又想起了已修缘一段过去了。出家了，你实在是太无情了。其他人不见，只存这名女人哦。老师，我若先将伊拿起来，再引其他人告个活动丧事，有道理。啊，恁这班人想要创什么？不是人是神，要将你抓回洞中啦！抓回洞中，遵命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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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情缘回想，不见老叔叔十分的着急。青年发现了地上凌乱的卡印，伊顺着卡印要解救老叔叔咯。是该走，哪里是嘎嘎嘎？往心走，哪里是嘎嘎嘎？哪里是嘎嘎嘎？哪里是嘎嘎嘎？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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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想起了，寺庙是我家的。卖唱啊啦，哪听使哪紧。这阵哦。遐规条路你拢唱这条歌吼，你敢无别条会通唱？毕竟也毋是歌星，会晓唱这条就真优秀咯。何况这条路真远，要我唱歌，你毋则袂无聊。足济啊！吼，这阵哦，要到这个万象山，到底是爱搁行偌远？无偌远咯，连伊就到位啊。这阵哦，咱来参详一下咧。是要参详啥货？你点姿势比点的迄点哦，甲我切起来了吼，要我毋则有办法变人，迄变人咧行路吼，
嘛未见出力。也万一若互你选去，我就废去咯。惊啥货啊？什么人唔知影讲你济公是法律无边咯？剩一条的分批，我是自身难保，哪有啥物法律？无我是偌久，你才要互我变人？47天，你就自由咯。哦，你是来真自私呢？毕竟也是不得已，你就较忍耐吼。这点的温情，我的肉体若是复原，我一定会报答你。当甲你报答我吼，我的脚已经开骹轻易了吼。你敢知影我即摆行路是苦咧行呢？迄是偌艰苦。这个训练你的脚力，好咯，行吧，万象山你要到位啊！哦，偌苦哦，怪落去，哎哟！我晓江秀翁如土秋是月，时间一日一日已经过去了。也这个祭奠到底是潮红啊，也无啊？我所练的精髓油水也已经练好。原来是祭奠你想万来，我晓也无能为了咯。免烦恼，并肩到位咯。啊，张秀翁，和你等真久，真歹势。但是无要紧，我是惊你的肉体也无法度复原咯。张秀翁啊，这脚红啊，是毋是有够标准？你甲看卖啊？我晓原来表面是真金骨，看来是一脚好红。但是如果若受过日月精华的红啊，是千锤百打，拢未算着。我晓来甲试看卖啊！吼！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激太了，激太了！哎呦喂啊！哇哈！红啊，过讲话，好红，好红。济公先生，我看时间咱唔通搁延前咯。虽然有开好红，但是骹手嘛是爱紧呢。有劳秀翁咯，对我来哦。济公先生，井水有水，要甲你浸掉的，你敢有啥物感觉？我觉得我的周围已经开始慢慢的生肉咯。安尼表示药气有得行。喂，老位啊，这种药水是啥药水啊？吼，气味真歹呢，气味真歹。哎呀，你真外行，算起来你是福气呢？啥咧福气？我一脚高级酒红，要互人摕来做黄金红啊！咧浸骨头糊哈，这叫福气哦。你是咱捌半项，这种精髓药水。是利用几十种高级的药行所合成，你敢知？今天你做了济公肉体复原，也无形中你也得了不少的原力。敢有影讲？张秀翁如土秋，从来唔捌讲假话啊！那安尼吼，嘛则较差不多了。安尼才有可能。洪中先，现在你我是两体合一。两体合一，我问你啦。万一有人要杀你，我会变安怎？我看你的生死哦。哈，我的生死哦，也无拍破你的身躯，哪有办法杀我？哦，这点你是来真干呢。讲干就歹听咯。我是别无选择。洪中先，你是无人拍破。我上该惊就是通天锤。嘘，唔通讲遐大声。山卡人声喊话，赶紧献出祭典，我这万象山变为焦土。哎呀，麻烦各位咯！人马长长，我以为是什么人，原来是师弟的我。什么人是你的师弟？
电五岳当作你是我的敌人，兄弟何必呢？废话少说，赶紧献出祭典的肉体，我即刻带队离开万象山。我有决定救人救客的，那电五岳只有采取攻击手段。刺客，刺客，刺客！高手对高手，万象山将是战火冲天。电话照面，青年会上来到的活动。老师，就是这个医高会上。医高会上，天台有路林行，地个部门传进来。青年会上有办法救出济公的未婚妻老少错吗？季鸿文对赶何文良，龙夺却无上天雷门的高手回大子别理想，别理想以回大子攻击季鸿文，季鸿文身陷火炮之中。金毛蛇队玉兔同生，小我贤两人冒着性命危险，在境外仙境走找我灵骨。恐怖恐怖恐怖！瞥了间闪电口已经出现，变化如何？请看精彩续集，真假济公。